在美洲的 Amazon 雨林，即马已经有6500万吨的历史啊，也毋过受到气候甲人为的迫害，规个雨林是渐渐萎缩。专家警告讲，2050年时，这个对全球上重要的雨林可能救袂回来。 亚马逊雨林6500万年来，一直得到科学家证明，伫气候的自然变化有强大的适应甲调节的能力。即马煞乌白开垦，也甲咱人所造成的气候危机承受新的压力，也有可能伫未来30年来，互规个雨林大规模破坏。Maybe by 2050, the system could reach a tipping point. Once we cross this tipping point, maybe we cannot do anything anymore, and then it's useless to stop deforestation. 这是国际期刊《自然》第10时发表的上新研究，科学家伫全球暖化每一年的降雨量，但是季节持续偌久，也有森林开垦，而且出亚马逊雨林有10%至47%会伫真大的压力，这压力也有可能互伊的生态系统活进无功能。We are seeing temperatures increasing very fast. We do have time to change, but we have to act now. We cannot wait 1 or 2 more years. 亚马逊河流溪是世界上大的热带雨林，不过2021年科学家头一届证实，伊的碳排量已经超过吸收量，大火甲乌白开垦造成的森林损失是主要原因。不过伊也是有真强大而且重要的碳汇集功能，那种失灵会削弱伊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，致使加速地球的暖化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